爱主，主好调，大提醒，万头行弯路，谁人为伊来相信？是我主耶稣，对主耶稣百姓，看出伊疼痛，马撒拜不认主名，伊的心苦痛。主源头，主心看伊，会听伊乱叫，谁人有怜悯赦免？是我主耶稣，对主耶稣百姓。看出伊怜悯，尊上就对多马讲，世界你着是梦想了，唔通犹豫，我为你受苦。是我主耶稣，早日今日到将来，主永远袂变。伊春秋为也相求，就好少年人。都来啊，亲爱朋友，着往回前路，谁人别切地听候，是我主耶稣。咱第一节，过来唱一遍吼。对主耶稣百姓，看出伊仁爱，伊用着他的目睭，看少年在主，手好调，大提醒，万头行。是我主耶稣。来，过来看迄个292。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吟唱，提醒我的主。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吟歌。
392。我若兄弟们好本我，地球妈咪最想精彩，一定现在想在万岁，我的家乡是兄弟。咱过来用较轻的声音，做咱礼拜开始哈，搁唱一遍。哦，路兄弟伴我奔我，地球妈咪最想精彩。一点现在胸膛万岁，我路的家乡是兄弟。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上帝是光，咱若行伫光明，就咱三甲交陪，搁咱所交陪的就是咱的爸以及伊的囝耶稣基督。伊的囝耶稣基督的血，要洗净咱拢总所有的罪。咱做伙来吟今仔日的圣诗第一首。第292首，圣哉，圣哉，圣哉。第292首，圣哉，圣哉，我心敬虔来尊重。我心深知对你吟讲，至圣我的主，请咱做伙起立来吟。现在，我心敬虔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吟讲，只信我的主，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
即时咱请坐，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做咱开始的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时，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记伫第21篇。启应文21篇，就是咱的诗篇第93篇，咱做伙来启应。上主做王掌权，上主用威严做三千，伊建立世界，伊的宝座对古早就建立。上主啊，大水嗷嗷吼，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上主啊，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好，咱做伙来祈祷，请咱做伙仰头来祈祷。阮伫天的父，阮要学了你，因为即个世界是你创造的，所有万物拢是你创造，你拢看做是好。主啊，阮伫生活中做一时阵，阮含落伫未晓。阮含落伫即个世界，即个时阵，求主你引带阮会当行出袂路，互阮活倒转来你来行，跑走主你为着阮备办的道路。主啊，圣经卷顶有讲，当主耶稣要来时，即个世界哪来哪黑暗。即个时阵，时间敢若已经渐渐咧接近。阿爸爸上帝，求主你来帮助阮，会当哪来哪学习来。做一个完全的人，保守阮来远离遮个罪恶、凶恶。主啊，阮将阮的心你来拍开，求你光照入来。阮愿意来认罪悔改，求主你搁一届用你的宝血来洗净阮一切罪，甲阮的不义，互阮通伫今仔日的祈祷，拢会当互你来接纳。主啊，我们为着即个国际的情势来祈祷，求主你赏赐安稳。求主你煞了遮个战争，化解甲会当平摊所有的仇恨。主，我们为着即个世界逐粒的平安来祈祷，求主你来停止遮个灾害。今仔伫灾害中有受伤，还是有丧失的人，恳求主你来医治，也恳求主你来安慰。我嘛要为着阮国家的执权者来祈祷。主啊，求主你，互因诚侪有智慧、有远见、有能力，阁有才调治理即个国家的人，互因拢诚侪行公义、爱人民、存谦卑的心，欢喜来甲上帝共行的人。主，阮嘛要为着阮台湾真无简单，得到的自由、甲民主，阁阮的经济发展，甲台海两岸的安全来祈祷。恳求主，你互阮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会当得到主满满的祝福。主，我嘛特别要为着阮的媒体来祈祷，求主你洁净阮的媒体，互所有的报道者会当有使命、有视野、意爱、真实、有意义的报道，赢过造谣生事。
主啊，我嘛要为着阮伫遮即个土地2300万人的健康甲安全的祈祷，求主你特别赏赐稳定，互软正的人，好调公众的，甲主做伙来照顾遮的人，帮助阮会当同心合意来经营阮即块你所赏赐阮的福摩萨。主，我要为着学生来祈祷，暑假已经到。主啊，求主你带领因会当行伫主你为着因备办的道路，互即个暑假所筹划的所有活动拢会当顺利来进行。主啊，求主你保守因的心，无互散失的产品来捆绑，互因的生活作息会当正常，会顾惜家己的身体，管理家己的情绪。遐个要升学的，毋管是要上高中、上大学，还是上研究所的。求主你拢爱保守因的身体甲因的心灵状况拢真安好稳定，准备考试时拢会当得心应手。主，我们为着阮教会长老牧师甲阮的团队接触来祈祷，恳求上帝你保守因心灵拢刚强壮大，祝福因的家庭幸福，互因会当真清楚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来传讲，来牧养上帝主你的子民。主啊，阮的中间囡仔有病痛软正的，毋管是慢性病还是流行病，求主你赏赐医治，互因紧紧身体拢会当得到爽快。嘛赏赐开力，互照顾因的人。主啊，阮煞要感谢你，你2000年来对阮的疼拢无改变，你的应允拢无改变。阮欢喜献上阮的娱乐甲感谢。求主你甘纳，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带来，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伫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9节。约翰福音20章24节到29节，记伫咱的新约第132页，新约的第132页。24节有多马称做底数马的40个学生的一个，耶稣到的时，伊无三甲伫地。其余的学生就甲伊讲：“阮遮已经看见主啦。若是多马甲因讲，我若无看见伊手中钉的粒，无用我的指头仔探伊钉的粒，我无用我的手探伊的血液，我决断无信。”过8日，伊的学生搁踮伫厝内，多马也伫咧，门已经关，耶稣到，徛伫中讲。愿恁平安，就甲多马讲：从你的指头仔来看我的手，从你的手探我的血液，无伫做毋信的，着做信的。多马应讲：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啊！耶稣甲伊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有福气。以上。即时，咱要请咱的送福团契要来献诗，因今仔日要献的诗是耶稣的手扶持我，耶稣的手扶持我。
讲到，即是咱要请北区的大专曙光今仔日是北区大专曙光的纪念主日，咱煞落要请咱台北大专学生中心的团队，咱的张心厝团队师为着咱来讲道。今仔日讲道的题目是做伙经历耶稣，做伙经历耶稣。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讲道的大声，请咱做伙来祈祷。疼痛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呼召阮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嘛求你的圣性来充满阮，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来求。免。毋知影大家平常时伫听兄弟姊妹讲生命的见证的时阵，也是讲伫听圣经内面的真济的新约的时阵，大家的感受是啥物？因为我家己本身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大概听别人是怎样在经历耶稣的时阵，也是讲别人在讲伊怎样来经历即个信仰的时阵，我拢会感觉这到底甲我有啥物关系？也毋过我头壳阁知影讲，咱所信的是同一个上帝。我嘛真清楚知影，因所讲的，敢若是因家己的经历，所以我嘛家己真期待，嘛有共款的经验，安尼我才会当信了，阁较坚定。所以每一摆我听这个见证的时阵，我拢感觉真感动，真欣赏。另外一方面，我嘛会感觉讲，即个信仰离我是真远，阁真近。所以，伫我读神学院的时阵，我嘛伫咧思考一件事，就是咱所信仰的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对象？咱所信仰的是一个现象，还是一个对象？伫今年的3月底中间有国外的主日，阮看到真侪教会举办活动，伫礼拜的中间有欢喜，有献诗，这些活动拢是要庆祝耶稣基督的国活。咱伫信仰的内面，咱会当知影，耶稣基督的国活对于咱基督徒来讲是真重要的，因为耶稣的国活，互咱得到自由；耶稣的国活，互咱知影上帝的疼赢过的一切。因为耶稣的国活，互咱会当有新的生命，还阁有盼望。也毋过伫圣经内面的记载，伫耶稣国活的时阵，伫门徒的中间发生一件真趣味的代志。伫约翰福音的第20章记载着，礼拜日的透早，天还袂光的时阵，一开始是玛利亚，后来是遮个门徒看到门仔口的石已经煞开，因着因为安尼知影耶稣国活了后，因着真欢喜，嘛真戆领，来彼此分享即件代志，就是耶稣国活的即件代志。也毋过伫迄礼拜的礼拜日的暗时，这门徒因为真惊，这犹太人的领袖，所以就聚集伫一个所在，甲门拢关咧。这个时阵，耶稣就伫因的中间，因来显现。这个时阵，耶稣做啥物？伊做啥物代志？伊甲伊受伤的双手，还阁有血的，互遮的门徒看，当作是一个记号。耶稣对因讲：“愿恁平安。”遮的门徒就真欢喜。耶稣就对因分开，互因领受圣神，差遣因出去。当耶稣来找门徒的时阵，伫因的中间减一个人。这个人是啥物人？大家敢知影？今仔日的经文的中间有讲，这个人佫有做多嘛？毋知影是啥物原因，伊并无甲遮个门徒住一做伙。大家会当想看觅，伊敢是伤过悲伤？也是讲，伊对主的死，对门徒即个群体真失望，所以伊无踮伫因的中间。对耶稣国活的即件事，伊听到的是二手的消息，伊并无亲身看到这门仔口的石已经煞开，伊嘛无看到耶稣伫伊的面头前来显现。所以，当门徒对多马来讲，因已经看见国活的主的时阵，多马的反应是啥物？伊讲，伊若无看到耶稣手中顶的掠，伊无用镜头仔去探迄个顶的掠，伊就无要相信。面对即群已经看到耶稣国活的人，多马是特别孤单。
一群已经看到耶稣搁活的人，对一个根本就无看到的人讲即个消息，多马确实有可能会怀疑。所以即个时阵，多马伫即个军队内面度，诚做一个足特别的人，因为伊无要相信。所以大家会当想看觅，即个时阵，毋知门徒是怎样来看待伊，也是讲多马即个时阵，伊是怎样来看待遮个门徒的朋友。大家敢有注意到，多马所提出来的条件，毋但爱看见，伊搁爱啥物？搁爱摸着，用伊的镜头爱来摸着，而且毋是双手，搁有啥物？搁有翕的。伊讲的是遮个条件拢爱达成，伊才要相信。所以对即个经文的中间，咱会当定定听见兄弟姊妹在分享的时阵，拢会讲多马是真无信心的人，是无？因为其实伫耶稣门徒来显现的时阵，就已经互因看到即个受伤的手，也有翕的，是多马伊家己无伫咧现场的，对无？所以嘛，真侪人认为多马是咧无理取闹，也毋过咱会当看见耶稣伫后面是怎样来回应多马伊的无要相信的即件事。一礼拜了后，多马才甲遮个门徒聚集伫厝内面。也伫即个时阵，耶稣搁一摆因来显现，做甲头一摆共款的代志。耶稣搁一摆对因讲：“愿恁平安。”也毋过经文无特别写讲为虾米多马一开始无甲因相甲做伙。这部分大家会当放伫心肝内，来想看觅是虾米原因，互多马来离开即个群体。伊离开遮个门徒了后，伊去做虾米？多马对耶稣搁活即件事，敢若有家己的坚持。虽然伊家己讲，伊无看到、无摸到，伊无要相信。也毋过我相信伊心内还阁有期待，伊期待会当亲身来体验搁活的主。即个时阵，耶稣的手还阁有翕的，敢若是特别要互多马来看，要互多马来摸的。耶稣就主动来邀请多马。将伊的镜头来探伊的手，还阁有摸伊的翕的。咱伫个经文的中间看见，主并无责备伊，反倒转来鼓励多马，你着相信。所以多马就对主讲：“我的主，我的上帝。”这段的经文毋是甲咱讲，只要咱要求上帝啥物代志，上帝就一定会回应咱。这段经文是互咱看见。就算是门徒，因嘛有信心软食的时阵，也毋过耶稣煞用伊的疼来滚活咱的软弱，帮助咱的信心搁一摆建立起来。无论是耶稣还是门徒，咱拢会当看见，因逐个人拢无放弃多马。门徒是甲无伫因的中间的多马来分享即件事，即件主搁活的好消息。耶稣是主动来邀请。信心软食的多马来摸伊顶的掠。耶稣用即款方式来互伊经历伊的搁活。咱会当看见福音的疼，福音的好消息是对主来的，嘛需要对群体来传出去。我相信过去多马伫军队主的时阵，伊一定嘛看过，嘛听过主的大气力。伊嘛一定经验过主的疼，还阁有怜悯。所以凡说即个时阵的多马，伊毋是完全无相信，只是伊想要亲身来体验。无伊袂提出讲伊需要看见啥物，伊需要摸啥物。所以多马可能是信心软弱，需要扶持，需要互别人鼓励。所以多马虽然伊软弱，也毋过伊并无选择甲家己关起来。伊反倒是重新转来到团契，转来到信仰的群体内面，期待搁较侪经验搁活的主。耶稣的显现，互门徒领受圣神，确信找伊来的白上帝。所以耶稣的一句“愿恁平安”，互遮的门徒搁一摆得到快乐，嘛得到喜乐。耶稣知影咱需要看，需要亲身体验。耶稣并无讲即件代志是毋对的。当门徒因在惊吓，因在忧伤，
因在软弱的时阵，耶稣反倒转，互门徒看伊的双手，还佫有血的，为着是要建立遮门徒的信心。咱会通知影，伫信仰的路程的中间，咱一开始一定会需要一寡现象，才愿意相信。也毋过，咱渐渐会发现，无论是伫啥物款的处境下面，有时阵上帝袂照咱的期待来带领咱，也毋过上帝一定会帮助咱，伫咱的性命、伫咱的生活中间经历伊，帮助咱对伊的信更较深识。咱有可能会拄着信心软弱的时阵，这拢是真正常的。就亲像一个囡仔，伊会通过父母，互伊会当看会到的物件来认定父母对伊的疼。你若是去问主日的囡仔讲，你的爸爸妈妈敢有疼你？囡仔会回应讲有。你若问伊为虾米，这个囡仔会甲你讲，因为爸爸妈妈会买虾米互我，伊会互我虾米，互我玩具，互我喜意食的物件。所以，一个囡仔真正常，伊会通过看会到的物件来认定父母对伊的疼。也毋过，即个囡仔渐渐大汉，伊会知影，伊的父母为着疼伊，所以互伊的物件拢会是上好的。所以，经文中间主对多马的邀请，今仔日嘛共款，伫邀请咱每一个人，邀请咱每一个人做伙经历伊的疼，经历伊的国活。上主的疼是永远袂改变的。今仔日的经文的落尾，就讲到讲，无看到就来信的人是真有福气的人。所讲的，就是伫即个门徒群体以外的人，嘛就是伫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咱嘛是无真实看过耶稣的人，也毋过咱嘛是真实相信伊的人。咱是真实体验着上帝恩典的一群人，所以今仔日咱才会坐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所以咱生命的中间，咱可能会甲多马共款，会有犹豫、会有怀疑的时阵，也毋过上帝一定会帮助咱，伫伊的恩典的内面，互阮的信心会当搁较坚定。所以我一开始问大家讲，大家伫咧听别人讲生命的见证的时阵，你的感觉是怎样？咱所信的主，毋若是咱父母的主，咱所信的主，毋若是兄弟姊妹见证的中间所讲的迄个主，咱所信的主，嘛毋若是主日礼拜的中间牧师甲传道所讲的迄个主。即个主是咱每一个人的主，是咱每一个人的上帝。耶稣邀请咱每一个人做伙经验伊的疼。其实对上帝的信心，毋是靠咱的拍拼还有努力会当成就的。所以伫福音书的内面，互贵妇的囡仔，伊的爸爸怎样来讲？伊的爸爸讲：“我的信无够，求主来帮咱。”所以听咱的主一定会帮助咱，坚固咱，互咱对伊的信搁较坚定。伫我这2年的时间，我服侍真侪现代的大学生。我发现，这些大学生常常拢会问一寡问题，互身躯边的人感觉讲伊的信仰真无坚定，就亲像今仔日经文多马共款。这些大学生会问啥物问题咧？这些大学生会问讲：我就是无经验着上帝啊，我哪会知影伊甲我伫地？我哪会知影伊的带领？也是讲，这些大学生会问讲：我哪会知影上帝的呼召是啥物？我一定要听到伊的声，无我无要相信。可能一开始咱听到这个大学生问这个问题的时阵，我会感觉讲，你哪会遮无信心啦？也是讲，咱会回应讲，你哪会无好好祈祷，所以你听袂到上帝的声吗？也是讲，咱会回应这个大学生讲，你对上帝的态度哪会安尼？也毋过，当我详细来听因心内的声音的时阵，我会通知影因的心内有一个愿望。即个愿望就是，这个大学生期待因会当真实经验着上帝。所以，当我看见因心内的愿望的时阵，对大家问的这个问题，我是感觉真感动，因为因
期待，搁较认捌上帝，所以因想要明白上帝的同在，还佫有带领。因为遮个大学生期待会当行正确的路，做对的选择，所以因想要明白上帝的呼召。信仰的路程，定定是对软弱的中间得到气力，对毋信的中间，慢慢啊体验着上帝的疼，信心就搁较坚定。中青团契就是陪伴学生行伫即条信仰的路，所以期待咱每一个人会当真做接纳多马、陪伴多马即款人的教会。上帝嘛欢喜咱真做即款的团契，还佫有教会，互多马以及众人会当做伙来经验，佫活的主。嘛期待上帝帮助咱，佫较刻薄伊的话，嘛求上帝赐互咱信心，还佫有气力，互咱会当对伊得到仰望。安尼，咱每一个人才会当伫困难的生活中间，继续来向前行。今仔日是北区大专的事工纪念主日，真欢喜有即个机会，甲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上帝。嘛感谢牧师团队，还佫有教会，互我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各位兄弟姊妹来分享阮的事工。特别感谢教会对阮校园宣教的事工的支持，还佫有关心，陪伴阮，陪伴学生行伫即条信仰的路。台北大专学生中心伫咧70天的时间，才会当伫北区大专的各校园经营中心团契。咱会当看见学生中心主要是7星中会，还佫有阮台北中会的校园宣教的校园事工部，两边派部员组织一个北区大专事工的委员会来关心管理阮的事工。目前学生中心有7星中会，还佫有台北中会的4位传教者，还佫有2位的专职辅导，1位行政的同工，以及1位负责网络的同工。伫北区有17个中心团契，我嘛有甲本庄的大学的校牧来合作。所有参与伫团契，阮服侍超过300个学生，还佫有毕业生。感谢上帝，伫这5年的时间，有27位的学生来受洗。所以学生中心伫大专牧养的事工，阮分做4个部分。伫这4个部分的中间，阮的事工有查经班，有读册会，嘛有升学的课程来做学生的文道的教育，嘛有辅导的陪谈、祈祷会、灵修营等等的方式来关顾阮的学生。上时嘛有同工的训练、团契的经营来做因的装备，互因有服侍的能力。工作者甲学生会做伙来场边营会，嘛鼓励遮个学生会当邀请家己的同学来参与。我嘛邀请学生甲阮做伙到教会来请安、献诗，嘛鼓励学生会当写家己生命的见证，放伫阮的网络的顶面，互佫较侪人会当认捌耶稣。所以学生中心的事工，毋但是帮助教会的青年伫大学的时期继续坚固因的信仰。嘛期待佫较侪基督徒的学生会当真做校园福音的种子，帮助佫较侪人会当认捌福音，跟对耶稣，会当参与伫教会的聚会，做伙享受做上帝囝儿的平安。所以学生中心的事工，除了需要工作者，还佫有牧长来合作拍拼，伫经费的顶面嘛需要大家的支持，还佫有关心。伫今年度学生中心需要的经费是350万，伫这350万的中间，包括团队者的人事费130万，还佫有阮的事工费220万。所以望通过今仔日分享上帝的话，上时嘛分享学生中心的异象，嘛邀请各位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校园的宣教。因为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奉献，还佫有支持，都会当陪伴一个少年人的性命。所以嘛，愿上帝恩典加倍赐予阮众人，坚固咱每一个人为着上帝国所做一切的工。伫遮，佫爱代表台北大专学生中心来教会兄弟姊妹来感谢，嘛愿上帝恩典伫阮的中间，做伙来陪伴阮。即时请咱做伙来祈祷。
至圣的上帝，感谢你伫阮软弱的时阵，你陪伴阮，坚固阮的信心，互阮对你的心搁较坚定。嘛求你祝福阮的教会，互阮会当诚做陪伴多马即款人的教会，诚做陪伴多马即款人的团契，帮助搁较侪人入捌你，进入你的国外，会当享受即个永活的愿望。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接来是分享，咱要邀请咱本堂的张景元执事来分享文山甲中青，文山甲中青。大家平安。平安。我是景元啊，今仔日真欢喜会使伫遮大家分享。啊，毋过我的台语真好啊，我嘛惊讲大家听了浮煞煞安尼，所以下面我要用华语来甲大家分享。今天是那个大专纪念主日。那平常的话，我们教会都会是由政大长青来跟大家献诗跟分享。但因为今天很特别，是刚好在暑假的时间啊，学生都已经放假回老家了，所以就很难得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所知道的文山跟长青的关系这样子。那身为一个在文山长大的青年，我已经没有办法想起来第一次听到或者说认识到长青这个群体是在什么时候了，因为有太多的机会让我认识他们，不管是小时候在主日学时期来带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又或者是后来到少年团契的时候带领我们的辅导，还有太多可能在座的文山的长辈也都或多或少就跟长青这个群体有连结。那我甚至在跟陈牧师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有了解到，在早期政大还没有开始有长青团契的时候，文山教会就开始用以家庭为单位的方式去关怀在政大然后来文山聚会的学生。那在这样子很特别的文山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就到了要去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很期待说，这个大家都会一直讲的长青团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真的可以有这么多深入的讨论，真的可以认识这么多不一样在追求这个信仰的年轻人吗？那当然，最后参与了长青团契之后，就这个地方也没有让我失望。那他们会举办，我们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那包含了信仰的很多不同的面向。那不管是彼此连结的活动，像是迎新或送旧，又或者是关怀土地，然后了解自我的生活营，然后大家应该会印象很深刻，或是很常听到，就每一年会举办一整个礼拜，然后就是疯狂的苦读圣经的神研班，然后还有我们学生自主发起来，要一起来从福音书里面去讨论和思考，就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要如何跟随耶稣这样子的读经班、读书会。那这一切在长青所参与的活动，或者说所做的服事，都很深深的触动我。原来信仰还可以有这么多可能性，这大概是我对长青最大的感受。那现在我已经从大学毕业，回到文山，但长青的经验也深深的影响我，一直到现在，就是文山仍然有很多大学生在参加各个地方不同的长青团契。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文山就是出去长青团契的人够多，我们也开始带着一些就是来台北没有教会聚会的朋友一起加入文山这个大家庭。那就像刚刚传道师有跟我们分享的，今年是台北大专70周年。那成立这么多年来，就是台北大专面临很多服事上的挑战。那学生的群体其实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群体。那大学4年，可能加研究所顶多就6年，学生4年就换一批。
那也因为时代变化很快，所以他们需要一直调整牧养学生的脚步。那前阵子学生中心还有学生一起举办的毕业生祝福礼拜，他们的主题是 Be Air， 英文，那翻译成中文就是成为空气。那为什么会是 Be Air 呢？因为第一个是跟毕业是谐音啊。那另外的原因是因为，就让我想起就是希伯来书12章1节里面有说到，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因为长青的这个特殊性，我们在毕业之后都会离开我们原本聚会的团契，可能到各个地方教会。但这样子的主题 Be Air， 成为空气，就好像是要提醒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虽然没有办法时常像我们大学时期那样聚集，但我们也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教会、各个不同的地方，依然的关心着台北大专的事工，依然关心着长青的事工，就好像空气，就好像刚才经文中提到的那样子，像云彩般的见证人一样。而文山也是一样，不只是长期的陪伴，还有关心政大长青，也持续鼓励文山的这些年轻人，在大学这个很特别的时期，加入各地的学生中心、长青团契，持续投入到信仰当中。文山与长青的连结是很长期而且稳定的，更有许多的人交织在这里头，成为那个像云彩般的见证人。而现在我也要再次邀请大家，继续的成为学生中心的帮助，还有见证人，一起来为大专的事工关心代祷跟奉献。那接下来我们一些文山的长青人要一起来献这首诗歌，陪我走过春夏秋冬。歌词中有提到，一年一年的长大，一次次的切慕，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离开长青后，我们也在文山一年年的长大。那这份信仰也持续的陪伴我们，在我们的心中。相信。
正是，请咱来唱回应的诗，新圣诗80首啊，对主耶稣默信。新圣诗的80首啊，对主耶稣默信啊，对主耶稣默信，看出伊仁爱，用听人民目睭看少年在主，受好调达达提示，翻头行原路。啥人为伊来伤心？是我主耶稣，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对主耶稣默信，看出伊仁爱，伊用听人民目睭，看少年在主，受好调达达提示，弯头行弯路。相信是我主耶稣，我对主耶稣默信，看出伊听谈，拜三拜不认主名，必得心可叹。是看伊，体贴伊人情，啥人有人民赦免，是我主耶稣。我对主耶稣默信，看出伊的美。相处对倒马讲，世间你就是梦想者，梦通遥记，我为你受苦，啥人来坚定信心，是我主耶稣。你今日到将来，主永远不变。伊曾出会了相处，就好声连绵。多来呀，亲爱朋友，着欢欢喜乐。只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出自甘心乐意。使出你若是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当咱来到上帝面头前，谦卑来领受上帝恩典，算效上帝所赏赐一切事，咱用行动来回应上帝恩典，对内心来备办奉献，求上帝来感纳咱所献的时间、金钱，甲咱的心志。这报告，伫报告台先，请咱做伙来读今仔日金句2摆，请咱做伙来读。就甲罗马讲，从你的镜头仔来看我的手，从你的手探我的血液，无对做毋信的，着做信的。约翰福音20章27节。就甲罗马讲，从你的镜头仔来看我的手，从你的手探我的血液，无伫做毋信的，着做信的。约翰福音20章27节。好，续来咱来看下周的圣工的分担，下周的聚会的内容。有咱的下周的圣工的分担，包括台语甲咱的法语礼拜。即个领唱是蔡结欢，佮有敬拜团。司礼是着迄落长老，司琴是张信邦甲张丁显兄弟，佮有咱的司宪是苏新武甲陈颂娥，毋对，是张金伦甲林春浩。佮有张金伦甲我本身，佮来招待上张金伦甲林春浩，佮有两场的礼拜拢是共款。佮咱音课两场拢是陈幼珍甲周鸿邦兄弟，那广告经理拢是咱的科牧师。佮咱的顶主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看。若是有出入来咱的财务，还是咱的出入来见证。佮咱下周的聚会，拜三是8点是查经祈祷会，咱要查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14章。主理是咱的理学团队师，咱的书会是咱过场金敦执事。佮咱礼拜日的礼拜，要查咱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5章的第6节到11节。请咱的主礼是咱的科牧师，请咱会当伫厝先来备班来。做咱下礼拜的聚会准备，佮咱消息的教会消息报告，伫咧咱周报地内面，显着我来报告。第一是台北大专中心的奉献主日，本主日是台北大中心奉献主日，欢迎台北大中心的中心主团老师前来请安报告加讲道，这是我代表教会说多谢。
请咱兄弟为着台北大专中心的事工来关心，甲台岛阁有奉献。佮咱本主任，咱的科牧师是前往咱的万丰教会来主持圣餐。佮来第2点，少年团契同工改选，因伫113项年度改选的名单是会长是柯碧文，会计是李志源，公关是陈可轩，文书陈于章，甲出纳是詹技师，请咱为着因特别来带导。佮有咱第3点，2024年上半年的检校通知要定伫咧7月21日，要针对2024年上半年来进行检校，请各个团契的财务同工特别提早来做准备。尤其会记咧将咱的手边的遐个现金存落去咱的现金，存落去咱的存款簿啊。佮来第4点是施工的事项表已经安排好设放伫咱的柜台，若有服侍的，请咱会当去参考。佮来下礼拜就是第5点，中秋会开会通知，下礼拜7月7下12点半要伫地下室召开本年度第4届的中秋会，请咱的中级各个团契会长、圣乐队长，佮咱的敬拜台团长来参加。佮来咱的第6点是咱的关系到咱的圣礼典。8月7是有定要来举行圣礼典，请咱兄弟姊妹来备办心，甲主讲道来领受圣餐。若是咱有要洗礼，还是更新礼的兄弟姊妹，要需要报名洗礼课程的，拢总有7节课。有定要伫10月初6来洗礼。佮来时间是主日下晡的1点到2点半。佮来咱第7点是集体的关怀。林俊杰兄弟甲周姓美姊妹全家伫咧6月25，就要搬徙去淡水来徛起。愿主来赏赐新的环境，是得主祝福的所在。佮来咱第8是7月份的上星，伫咧咱周报的第8面，是咱7月份的上星。咱祝遮个所有7月份生日的人，生日快乐，祝运满溢。好。即是要邀请伫咧7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徛起来，我们要为恁唱生日的快乐的歌，请起立。7月份，赞，有无？顶悬拢有名单，若7月份你有迄个生日的，请徛起来。好，安尼咱做伙来唱2遍的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搁一届，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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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这是。阮要做伙为恁做一个祝福的祈祷。使阮性命活命的主上帝，阮感谢你，赏赐予阮即个疼的大家庭。伫遮，阮会当做伙生活，做伙庆祝，做伙欢喜。阮特别要将7月份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仰望伫你的手中，你看顾保守因经过过去的年日。嘛要继续来祝福带领因未来的每一天每一日，拢有对你来的稳定，对你来的平安时刻甲因同在。我们要将因的生活、因的一切，拢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求你时刻牵着因的手来行人生每一个道路。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佮咱教会集体交通甲大道的事项，请特别为着咱软正的集体来祈祷，求主来医治。佮咱教界消息，伫新店教会是咧设教，已经设教150周年，因有感恩的娱乐礼拜，时间是定伫咧7月21日下晡的3点，地点是伫新店教会。报名若想要参加的，请咱来到柜台来登记。咱的登记的截止的日期是7月初1。好，安尼咱教会才有在条统计人数。好，以上报告，毋知有补充报告的无？无，毋知今仔日有新朋友无？无，好，咱期待上帝会使引带更较侪人新的朋友来甲咱做伙来
聚会做伙来学乐上帝，各位来体会上帝的听，来经历主耶稣的生命，互相属的生命。过来，即是咱来平安礼，咱请咱大家起立，互相来请安。倒边、正边、头前、后壁的兄弟姊妹做伙来请安。来做位将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将条日，咱拢将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将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将做神，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咱有可爱灵情，欢喜向上主我名，欢喜建立地主听，因为耶稣奉献产业主属定。谢谢。歹势，请咱做伙阁继续徛地，因为咱要唱所要念的圣诗，俄罗上帝万福本源。咱唱煞，咱请咱的韵如长老来祝福。俄罗上帝万福本源，地久万民齐声。称赞地顶天使颂赞万世，阿罗天星星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之地，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麦倒。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